重新来过，深切渴望把握在你手中，生命跟随你跳动，梦想因你而激动，所有一切交给你，毫无保留的属你，原来是我属性，重新来过。深切渴望的我，在你手中，生命跟随你跳动，梦想因你而激动，所有一切交给你，毫无保留。让我为你而活，让我为你而站立，永不放弃，生命爱我。耶稣，谢谢你，也求你垂听我们每个孩子的祷告。
在底下要听讲道的时间，超脱仰望在你的手中，求你预备我们每个人的心，让我们敞开每个人的心，让圣灵此时此刻交换在我们弟兄姐妹。